谭先生，这么心急啊？手上有墨，久了就洗不掉了。那如果我不让你洗？何必呢？啊，笔已经砸毁了，何必强人所难呢？再说了，我不在乎。阮飞舟，你是来吃酒席的吗？今天是我二哥酒家开业，随份子了没有？那真是可喜可贺。那开席吧。来，恭喜！您真是没戏了。谢谢。不干了啊！谢谢。好。来，诸位，来尝尝我哥的手艺，看看这个是这个。楚老板，石头慢慢吃啊。楚老板。哎呀，谭老板，来，感谢捧场啊！哎呀，祝你生意兴隆啊！谢谢，开业大吉。请坐，慢慢吃。谢谢。来，趁热。你二哥开了酒楼，挺好。大哥呢？忙什么呢？最近还在忙他的药房？我不知道。金师哥呢？他怎么没来？怕我们抓他？他是抗日分子这件事情瞒不住我，不过这不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不过问。毕竟大家有这么多年的情分在嘛。他在忙什么，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呢，最近一直在反思自己的工作。我发现，杀人似乎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当然了，刚接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确实是杀了一些，虽说不是我亲手开的枪，但我现在已经很少杀人了。真是难得你天良发现。可我怎么突然又想杀人了呢？因为你想掩饰自己的无能。三妹姐，你这么耿直好吗？你也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了。岭南女子就这样执拗，说话不会拐弯。如果你念在认识多年的情分上，你就多一丝善念吧。醍醐灌顶。看了这么多年的戏，早就懂了以和为贵的道理。你放心，我不会把事情做绝，毕竟
我还希望大家朋友可以多多帮衬，行吗，三妹姐？答应吗？你还是叫我陈立夏吧，叫我 Summer 姐的那个软非洲，不敢逼我答应什么事儿。诸位，感谢诸位的到来。广东人吃广东菜，中国人吃中国菜。在这里呢，谭某敬所有中国人一杯，干杯！美味しいね。どうだ小沢。あ、模様会場見物したな。店の場所は決めてるか？そういえば中華料理は本当に美味しいね。じゃなんだか自分の店をやる自信がなくなってきたよ。そうか。じゃあ切符を買って田舎に送ってあげようか。いや冗談だろ。でも中国人にも俺らの山口の味を味わってもらえたらそれも一つの楽しみだね。お前つらいな。素直じゃなくなった。正直に言えよ。この辺りで店開く勇気があるか？そうだな。ここ数日俺がいろいろと味わった結果では広東料理は確かに美味しいけど俺らの山口の味もかなり特徴があると思う。そういうことだよ。これこそ心の中で自信のある料理人小沢だ。いやでもさ、ここの辺って出店ができるところってもうほとんど店をやってるじゃないの。そんなの心配すんな。あ、気に入ったとこあるか？そうだな。ここの辺の店をやってるところは全て出店ができると思う。ここにしようが。甲州大衆館。ここ？俺は少し準備をする。必ず手に入るさ。6000片奎宁，现在就在沙面的英国洋行，但是怎么拿出来，我红鱼帮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上次你们商量，不是要倒进海里吗？那就真的血本无归了。搏一搏吧，我保证，只要运出沙面，我红鱼帮少拿30%。我不赞成再做这种生意了。最后一次行不行？你这药房已经关门了，我还有3000多个弟兄等着吃饭呢。我这当老大的总不能不管吧？宋大哥说的有道理，这件事我想办法。你凭什么办？红衣帮人多势众都干不了。他的本事出了码头那就不好使了。没错，太危险了。用心算计，用钱铺路，这事儿不难。还提拿钱开路？上回在廖四六那儿吃的回忘了？廖四六出卖我，那是想当特侦队队长，现在他会安心给我们推磨。徐老板，咱们的工人得招回来，奎宁一到，马上开工。宋大哥，你的弟兄得撒到大街小巷，药一生产出来，马上分销。有了钱，就可以跟三国有喜摆摆腕子。怎么才来呀？关甲沙袋炎，他们不让进。 6000片药都缝在狮子里了，缝结实了吗？放心吧，结实。最后遇到关卡了，
富贵险中求，过。いいぜ。しまい。いやすげえ。すごい。すごいね。見てこれ。すげえだなこれ。面白いな。おおいいぞいいぞ。面白いな。没看出来呀，多才多艺，你还会这个呢？日本人来了，什么饭都得吃。行，走吧。小何，你得答应我，这是最后一次了。咱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哎呀，风险太大。以后咱还是老老实实的研究医术，找几个有效的方子，创出自己的看家药来。那药方你有吗？哎呀，方子那有的是啊。哎，这个安宫牛黄丸你知道吗？廖四六拿这篇药来举报你，无非就是想在我们日本人这儿增加点分量。我呢，能压得了他一时，可我压不了他一世。毕竟，他还是可以去别的部门举报你嘛。你能扣下这篇药，我已经很感激了。你想等我走了之后，一夜卖空，来个死无对证？哼，没用的，陈兄，你呀，是时候找个靠山了。我不会做汉奸的，我的女人是被你们日本人的炸弹炸死的，她不会同意。深表同情。不过，你是懂药的，只要能救人，不用管它是中药还是西药。干嘛非要盯着我呢？我盯上的人何止是你呀？徐南路、谭耀亨、陈野兵、金惠荣，还有你的弟弟妹妹。这各行各业的顶尖人物我都盯着呢。我心疼他们，我心疼他们学艺不易，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不容易。我想保一保他们。你这话说的不对，只要你不招扰他们，对他们就是最好的保护。只要他们呢能听从我的安排，一起为大东亚共荣共存做贡献，自然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呢，大东亚共荣共存，这是天下大事，大事不可为。任何的亲情、友情、交情，都要在这大事下，才能得以实现。你说的这个所谓的大事，可能是不对的呢。陈兄，我真的很欣赏你们陈家人，因为你们的胆子都很大。父母去世的早，我们兄妹3人算是野孩子。不管这大事有没有道理，你既然没有本事翻江倒海推翻它，那么你就应该顺应它，顺应大势，不吃亏。说来说去，你是想让我把你当成靠山？没错。那我要是不想靠别人呢？那就走投无路，或是
粉身碎骨。别浪费了，这一片药，兴许能救条命。反正我今天来呢，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了。我这个人能提供的帮助并不多。你妹妹可以参加日中文化交流，我可以安排她到日本演出。你和徐南路也可以加入我们大东亚医学促进会。你弟弟呢，当然我也会有所安排。让你费心，我还真是不安心呢。哼。老丹，这开业第一天赔了算了。其实第一天开业赔点正常啊。哎呀，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会算。那你打了一晚上算吧。哎，你听我说啊，粗浅算算这个食材的进价啊，还有后厨和伙计的薪水，略有盈余。挺好啊。你也别高兴得太早。我是觉得呀，饭店要想挣钱，就得在菜单上做文章。所以说你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加新菜。没，不对，要充分利用食材。比如说，后厨进了一条鳗鱼，那菜单上就得有好几种用鳗鱼做的菜呀。鱼身做成金钱鳗鱼片，鱼头用凉瓜和咸菜炖汤，鱼尾你切成细条，拿青菜爆炒。你看这么一来，这条鱼每一寸的地方都没有浪费，都能换成钱。老谭呀，老谭，你可太精了！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这前厅后厨都由你说了算。真的假的？真的呀。那要都由我说的算的话，那你能不能管管你妹妹啊？我妹妹，后厨看看就知道了。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统计，日军的死伤惨重，元气大伤，士气受挫，日军速战速决的战彻底破灭。荣哥，那咱们该怎么办？对啊，荣哥。对呀。毛主席在《论持久战》里面说过，我们现在就是要树立信心，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上级指示我们，迅速把武汉会战的战果通报给全市市民，粉碎敌人不可战胜的假象。师哥，你们好了吗？小鬼子的巡逻队已经过去了。啊，好了，那我们大家分头去准备一下。匆匆撰写，东坤引上，汉民运送到位。是。好。哎，你们还没吃饭吧？我让我哥给你们做点吃的，等我回来啊。你就给他们做碗面条就行。哥，你这么大厨房为什么不放点吃的？他们都没吃饭呢。好，下次一定准备好点心。你也是，小金过来为什么不跟哥说一声？他不让我说，他本来都不想来，是我硬让他来的。你这儿不是安全吗？他们是安全了，可是你二哥就不安全了。那我下次就不让他们来了。但我也担心我师哥，你说日本人也抓他，汉奸也抓他，他多危险啊！二哥是那么胆小怕事的人吗？放心吧，以后不仅有点心，吃面也行。二哥，你最好了。 1938年6月到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开始了武汉保卫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
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打破了日军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武汉会战，歼敌25万，我不能哈子。哎。起来吧，都走了。办事不力，源于心软。我挨批评，活该。过去。哎呀，张师傅，嘿嘿，来，看看这个，有人从楼上撒这个传单，影响了市容卫生。张师傅，乖乖把人交出来吧。天台戏院只占天台的1/3，而且不临着撒下传单的那一侧。传单的事跟我们无关呢。你说跟你无关就无关呀？你是警察还是我是警察呀？我说跟你有关系。大楼10几层，每层的窗户都能撒传单呢。你们只找我们天台戏院，怕是本末倒置啊！我就来找你，怎么了？不服气呀？啊？不是服气不服气的问题，是天下的事，大不过一个理字。我看你说得着理吗？告诉你，要么乖乖交人，要么老子就封了你的戏院。生气不好，戏院早就停业了。怎么今天说话一个个都这么别扭呢？来人，好了，啊，我来跟2位师傅聊一聊，你们下去找找别的线索。不是我，是。就地重游，还是十分感慨啊。宪兵报道部无缘无故打死我戏班里的正印武生冯瑞山，我也很感慨，竟然是昔日同桌喝过酒的熟人所为，实在是抱歉。那件事情我已经批评经手人了。批评？张班主，正所谓下车伊始，百废待兴之时，政策的执行难免会有些许鲁莽。那冯瑞山就白死了？不，绝对不。只要你和陈师傅配合，一定会找到属于他的公平。太平，好了，我们回去吧。陈师傅，我和 Summer 姐是好朋友，你是她师傅，方方面面我都会多多照应你。用不着，陈立夏已经和我解除师徒契约，你不用看他的面子。好，那我就直说了。过2天有个日本艺术家代表团来广州访问，我想请2位师傅参加，并做演艺示范。我们不会参加的。这可由不得你啊。那你想怎么样？这警察局不是抓到你们撒传单了吗？你这样说话，就不是君子之道了。你跟这个侵略者讲什么君子之道？你，我看你们2个是没吃过苦头啊！要不要下去问问冯瑞山，子弹钻进脑子里什么滋味？你不能不讲理！
礼？我连证据都带来了，还不讲理啊！再说了，你们想找谁跟我讲理？宪兵报道部主管广东文化，我上面没人了，要讲理只能跟我讲。确定要跟我讲吗？演出时间，我会派人通知二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叶兵，这个事情听说就是立夏和小金他们搞的。这两个孩子，真不让人省心呐。挺好，好是好，这不是操心吗？今天这一巴掌，打醒了我。哦，还疼不疼啊？痛在心里。太平，日本人来了，我们再也没有太平了。所以大家看到这些传单，就觉得解气呀。我倒是理解立夏和小金这些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怎么可能忍下这口气？你可别钻牛角尖呐！忍一时风平浪静，也不是让你忍气吞声。该生气的肯定还要生气，只是你这个脾气，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呀！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寻短见，又不是我的错，我干嘛要自杀？但我不会怕，我宁可被他们一枪打死，也绝不低头。这是我们的广州。终有一天，还会是一个干净的广州。师哥，你说我师傅他会不会骂我呀？那你就忍着点，他是你师傅，骂你就是爱你啊。那我岂不是应该天天骂你呀？好啊，你现在有哥哥们撑腰了，厉害了啊！我二哥听说今天是我们请师傅吃饭，他亲自要上灶给我们做好吃的。那太好了。哎，来了来了。师傅，师姑，这酒家是立夏的二哥在掌灶，一直说要请两位师傅来吃饭的。立夏，快给师傅们上茶呀！好。干爹，喝茶。好。师傅，喝茶。叫师傅就不必了，规矩不可废。不过你现在也还算不错，我也挺替你高兴的。师傅，你不生我气啦？再叫师傅，我会生气的。哎，好嘞，师傅。好了，立夏，别拿这个开玩笑。小金呢？哎，说说为什么要吃饭呢？好久不见了吗，师傅？哼，油嘴滑舌，说真话。我们边吃边聊。立夏，去催催你二哥，一定要拿出最好的手艺来啊！好。请两位师傅过来，是想商量宪兵报道部的事。
他们给各家戏班下了通牒，逼着大家粉饰太平，还要参加什么日本艺术家的联欢活动。哎，你瑞山师兄死得太冤屈，我们戏班跟宪兵报道部势不两立。我知道，所以请两位师傅过来商量一下，怎么才能带动大家一起对抗。哎，你可别乱来啊！我说势不两立，不代表要跟他们硬拼，拼不过的。师傅，只要我们团结一心，哎，这些是八和会馆该管的事。八和会馆已经被炸了，华光祖师神位尚在。我知道蔡叔他们也在努力，但是光靠他们人单势孤，需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啊。我们就不参加了，最近正准备带戏班子离开广州。没听说你们要走啊？刚刚才有点眉目。哎，师傅有这么多人要养，在广州又不能开戏，每天人吃马喂，受不了啦。什么时候走啊？真的有点突然。随时都可能走。今天这顿饭，就当你给我们践行。真要走啊？我怎么没听说过？哎，我是想堵上他的嘴。小金跟他大师兄一样，太能惹事。我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宪兵报道部欺人太甚，就应该团结起来跟他们斗。道理是没有错，但是团结没有那么简单。大快活班的陈杰伦，你还记得吧？他们戏班一向在南洋嘛，他讲过，南洋有一种蚂蚁，成千上万的赶路，遇到过不去的江河呢，蚂蚁就抱成像皮球那么大的一团滚过去，外面的一层蚂蚁是会淹死的。但是球滚过去了以后，还能接着赶路，那挺好。团结才是正道。是，问题是谁会成为最外面被淹死的蚂蚁呢？我不想你和戏班子出事，所以小金说的事，你就别管了。大东亚医学促进会就需要你这样的名医坐镇啊！别说话，不能泄了气。你的经络有一些板结，这说明啊气血不通。一会儿我给你揉开了就好了。你可以执掌理事之职位。别出声。我不怕泄气，我要请你将广州所有的医馆、药铺都发动起来，积极加入医学促进会。痛则不通，疼为了通，这种药效是极好的。我每天殚精竭虑，就是为了能让广州各行各业都安居乐业，共同建设我们大东亚共荣圈。不过我亲自上门邀请的，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我可不敢当，不敢当也得当，这是你对广州百姓应尽的责任。好了。晨会3元，当然。军票的话，要4元。太遣军司令部3令5审，军票等值。那
是用军票的都是日本人啊。为了表示尊重，我用的那些药酒更贵一些。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徐师傅。在你眼里，我一定是个杀人魔王吧？听说是杀了不少人。我不想杀人，更不想害人。我只想你们给我一个热闹、和平的广州，我也好跟上级有个交代。怎么就这么难啊？非得逼我？这个今天用的药酒啊，劲儿大了，你上头了，回去好好休息。我的邀请，你没当回事儿。才疏学浅，身体抱恙，力不从心。二位，来了一桌日本人，我觉得不太对啊。你看，这帮小日本还挺会吃的，他们几个人点这么多菜5个。这里边有几道菜啊，都是我们菜馆专门考厨师用的。对啊，一共点了15道菜，有包有烤有蒸有炸，有浸有炒有焗有熬，反正粤菜的10多种各烹技巧都得用上。这可是个内行啊，也很有可能是同行。放心吧，我就喜欢这踢馆。行，你心里有数就行。我去看看，我还是不太放心。快去吧。我弟马上走了，我看小日本要拿我开刀了。要让你加入那什么大东亚促进会？什么促进会啊？汉奸组织，宁死都不能加入。沈河，你也要留心了，有些事情一辈子都不能做，一步错，步步错啊！亏了德行，人就完了。我知道了。哎呦，就你这个偏激的性子，我是怕你心里分不清邪正。你这话怎么说的？啊，我就进了点西药，我就分不清邪正了。你别忘了，你也是大股东。而且，好，来。生意啊，我是带不走了，存货也带不走了，房子、药房、医馆，我都转给你了，免得日本人来抄家，便宜了他们。你去哪儿啊？乡下，天高任鸟飞。哦，咁啊，啲魚好新鮮啊！雞整到好有雞味。啊，大笨蛋，哎，どうぞ。うめえな、これが。いい酒だ。飲め。もっと飲みな。なんで止まるやつ。これいい酒だ。おい岡田、あの人の様子がちょっと変だぞ。とってもいい。気にすんな。この場所はどう思う？ああ、結構いいと思うよ。そうか。どうかいい？あ、食べ物とか結構美味しいね。位置がいい。人気もある。秩序も立っている。はい。おい、飲めよ。乾杯。うまいよこれ。おお、鶏肉です。そうだよ。
诸位，我来介绍这最后3道菜：荷塘秀色、清蒸海鲈、碧绿上汤鸡。喂，大丈夫噶？喂，难度个冤哟！快点！怎么回事？这人到底怎么了？死了。不是，他怎么就死了呢？你别问我呀，我也不知道啊。哎呦，你这老半天忙活啥呢？这个之前赚的你的那部分，尚哥，我不要，我回到乡下就有。我知道你不缺，我一点心。伙计，走了。哎，你看你，天黑了，晚着点啊。哎，好。许南浪离开广州，很快参加了家乡的一支共产党游击队，在队伍中救死扶伤，为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